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I 凡人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吴明。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粤剧戏曲艺术片，由黄沙执导，袁雪芬、范瑞娟主演，于1945年8月24日上映。据说是中国首部彩色电影。袁雪芬出生于1922年的浙江绍兴，中国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。今天将带来她的《18里相送》的选段，进行了高清 4K 60帧的修复。如果喜欢我的作品，就点赞关注，还有更多的戏曲制作中。好，让我们一起观赏吧。漂亮一对大。
去。你我好一比女郎妓女不恰恰。水里万语一曲尽，不知今岁多少岁。你看今的两股烟，一男一女笑盈盈。哎，玉树明明女子宽，你为我嫁我比女人。前面到了观音堂，手指观音手上忙，观音大士没来走啊，来来来，你我上上来拜堂。夜的越晒越荒唐，两个女子走拜堂。远远过来一对女，我都敬给女伴儿。三女谈情女不懂，可叹你两兄本是女。哎，夜里在挖好气人，嫁我比女不该女。四舅给我为啥去？我送你银台到长亭。两兄，小弟虽话不履行，两兄需要怒气生。万年东厂谁做定？谁送小弟到长亭？再把一相送到长亭，再把一相送到长你我也两分开，弟子两兄可曾期望配？早知愚兄未婚配，今日相问为何来？啥是两兄亲弟弟，小弟替你做大媒，夜里替我来做媒，未知千金哪一位？就是我家小菊
兄可惜哎，舅妹9年有7岁，与我同年啊，还是双胞胎，舅妹与你可相像，她平毛头上做英台，为子曾把开拨开，家务做我心英台，多谢爷的来约在。两兄花轿早来，我呀你七巧之事。哦，七巧